喺芸芸雪糕品類當中，近年意式雪糕憑藉住天然食材與手工製作嘅特點，越嚟越受大眾嘅歡迎。本地3位青年跟上潮流，創設意式雪糕店，為喜愛雪糕嘅居民同旅客提供更多選擇。店鋪負責人之一郭子華表示，團隊持續投入研發，不斷推出新口味，以滿足大眾日益多元嘅需求。並計劃未來推進雪糕車及杯裝雪糕寄賣服務，進一步開拓市場。我哋呢間店主打係純天然啦、無添加嘅雪糕品牌。咁我哋係澳門原創品牌啦，咁亦都有18款唔同味道嘅雪糕嘅，會品嚐到唔同季節性嘅產品啦。咁我哋亦都會按住季節去出一啲可能水果類啊，亦都會出啲限定款嘅一啲雪糕產品。澳門青年企業家協會表示，店主喺開店之前已有一定嘅餐飲經驗，所以喺提升新品牌嘅知名度上面，應該要連結所有嘅餐飲品牌嚟做個跨界合作，將品牌聯合做大。建議街鋪穩定之後，未來應該嘗試進入商場同博企，去保證人流，亦應該開發批發產品，以增加產量來降低成本。未來可以開發流動雪糕車，去承接企業活動、會展、大型戶外活動、嘉年華等等。因為其實我哋呢個雪糕主打 Gelato 同普通雪糕嘅最大分別就係佢哋嘅保質期會比較低啲，因為無添加無色素嘅，全部入邊嘅一啲開心果醬啊、朱古力啊、水果啊，全部都係新鮮現做嘅。咁希望就係務求俾客人品嚐到雪糕本身最佳嘅味道。中銀中小企服務中心建議，店鋪拓展業務計劃嘅雪糕車可以考慮固定路線巡迴，比如週末固定喺某啲嘅熱門景點或者係住宅區出現，培養固定客群。另外，杯裝雪糕寄賣可以選擇咖啡店或者係超市，洽談合作相對較合適。另外，亦都可以開發一啲嘅周邊產品線，比如雪糕蛋糕、雪糕三文治呢一類延伸產品，既能夠增加客單價，亦都能夠作為禮品選擇。希望可以立足到草堆街啦，希望可以成為到其實呢個成個片區其中一間中小企業嘅一個標杆啦。始終澳門都係美食之都，咁呢個金名片我哋希望可以不斷地去更新我哋嘅品牌，多啲有新嘅產品同埋新嘅品牌可以俾到旅客過嚟觀摩嘅時候都可以過嚟消費嘅。生產力中心表示，喺提高品牌知名度方面，首先品牌應該建立清晰嘅品牌定位，強調其獨特性同核心價值，例如店鋪所主打嘅純天然、無防腐劑嘅理念。呢一個唔單止能夠吸引注重健康嘅消費者，仲能夠喺市場當中形成鮮明嘅形象區隔。其次，與目標市場嘅博主合作，拍攝產品試食同推薦影片，可以喺網絡形成聲量，快速擴大品牌觸及面。此外，建立實施會員制度，提供優惠同回饋，鼓勵重複消費，進一步鞏固顧客基礎。